你收聽緊嘅係由約多斯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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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約多斯播講嘅偷視保鏢第453章。和月非常之了解張儀，佢認為張儀仲喺京城，因為佢要等小羅斯嘅消息。而佢喺京城有冇同鄭楚楚佢哋一齊，咁佢肯定匿喺一個地方度。所以和月到咗許家許嘅屋企，幫許家許做司機嗰陣，佢亦經常過嚟接送。所以呢棟別墅嘅小區，佢並唔陌生。和月喺大門嗰度跳咗入去，因為大門口上邊有鎖，所以唯有跳入去咯。不過別墅嘅門卻冇鎖到，佢推咗下嗰陣就直接推開咗。張儀好似成隻老和尚咁盤坐喺梳化上邊，和月都眯咗下眼，發現張儀佢好似喺度練緊某種門法，而且身體有外氣浪喺度滾蕩緊。你嚟做乜嘢啊？張儀突然之間擘開隻眼講道：你喺度坐咗一日一夜啊？未食飯咩？和月皺眉，因為佢發現張儀比以前仲更加瘦，面上邊冇晒血色，好似乾屍咁。唉，我減緊肥啊，點啊？張儀笑咗下講道：小佳出咗事啊！和月睇住佢講道：咩話？正喺度笑住嘅張儀突然之間笑容都僵喺面上邊，面上邊嘅肌肉都自動咁抽搐咗起身。喺呢一刻，和月睇到佢眼入邊嘅殺機。各位啱啱打電話俾我，葉家嘅葉少秋想搞小佳。和月沉聲咁講道：葉少秋？張儀都窒咗下，然之後心口都喺度起伏緊。葉家嘅人竟然恰到自己嘅頭上，唔通佢哋想過橋抽板？佢哋以為自己死咗就可以對自己屋企人落手？攞電話過嚟。張儀企咗起身，佢手指都有啲喺度震緊，成個人就好似即將失去理智嘅獅子咁。和月即刻將自己嘅手機遞俾佢，張儀撥通咗高偉嘅號碼，而高偉都喺第一時間接咗起身。我係張儀，小佳點樣？張儀問呢句話嗰陣，心入邊都好懸。如果小佳真係俾葉少秋禍害咗嘅話，佢都唔知點樣面對張佳。畢竟係自己將小佳送俾葉家，完全就係將羊送到去虎口咁。你等一下哥。高偉似乎唔方便咁，過咗大約幾廿秒之後，先重新講道：冇事啊，就係葉少秋想對小佳喐手喐腳。高偉將今日舞會嘅事同張儀講咗一輪，包括小佳嘅描述。你哋而家喺邊度啊？咁，我哋喺陶小姐嘅屋企度啊。我喺病床上邊瞓住，啱啱有佢哋屋企嘅醫生喺度。你受咗傷？張儀深呼吸咗一口氣講道：就係打斷咗2條肋骨，冇事嘅。
陶家嘅私人醫生接吉嘅功夫都唔錯，我休息幾日就好啊。咁你哋就喺陶家嗰邊先啦，話俾小佳聽，唔好出陶家半步，我即刻去香港。張儀掛斷咗電話，同時都深呼吸咗有氣。張佳冇事，只係跳舞嗰陣俾嗰個葉少秋抽咗水。真係人心不古啊！佢真係冇諗到，一直對自己示好，以自己三番四次咁幫過嘅葉家，竟然會做啲咁禽獸嘅事出嚟。葉家老爺子嘅命係佢救，葉家嘅敵人楊家係佢殺嘅，所以就算葉家俾咗啲錢佢亦係有恩於葉家。葉少秋對張佳不軌，咁就係忘恩負義。送我去機場啊！張儀起身向出邊走，和月都匆匆忙忙咁離開，跟住去。兩個人走到無聲無息咁樣，跳出咗去院度，直接上咗車。要唔要我過去啊？和月睇住張儀講道。唔使啦，張儀搖頭咁講道。你打算點做啊？我而家好想殺人。張儀講道。和月點頭冇講到咩嘢，佢都中意殺人。而家嘅張儀可以講已經係入咗魔嘅徵兆，但凡得罪佢嘅人，佢都要殺。呢個唔係正常人所做嘅事，不過張儀亦唔係正常人啦。如果佢唔以殺人呢種方式解決嘅話，以後恐怕仲會更加多呢啲咁嘅事跳出嚟。到嗰陣時，佢想再補救都嚟唔切。與此同時，就喺張儀去機場嗰陣，葉少秋俾葉家嘅老爺子一個電話叫咗返去。何媽雖然同佢打咗起身，但係雙方邊個都奈何唔到邊個。何媽發現張佳同埋高偉離開咗之後，就收手快速咁樣退開咗。舞會嘅現場嘅事，葉家嘅老爺子已經收到消息。雖然淨係一個鐘之前嘅事，但係消息好快就傳到去葉少君嗰度。然之後葉少君就話俾咗葉家嘅老爺子：跪低！書房度，葉家老爺子真係激到成身都震個唔停。佢呢第三個仔由細就嬌生慣養，喺港島係出晒名嘅花花公子，江湖上嘅人都叫佢葉三哥。但係而家嘅葉少秋真係冇晒底線。老實講，人越老心越邪。有一啲上咗年紀嘅大叔，專門中意揾啲妹妹仔，而葉少秋呢幾年都喺呢個方向發展緊，佢嘅慾望都越嚟越強。我哋葉家一門奉承嘅係忠同烈，仁與義，為父明獻一線，係張儀救返我噶。楊家暗殺針對我哋葉家，亦係張儀出手相助。當然，我哋葉家俾咗唔少錢俾佢，但你認為錢可以買到生命咩？錢
可以令一個人趕險獵殺楊家，最後連命都送埋。哼，佢係被官家殺噶，唔係楊家殺噶。葉少秋講咗一句。葉子，葉老爺子攞起台上邊剪麥嘅嗰個麥台，一嘢就砸咗過去，砰咁。葉少秋一下子就匿咗過去，佢冇可能會俾嚿咁硬嘅嘢砸到佢塊面。爸，我哋葉家唔欠佢張儀啲乜嘢啊？你唔好嬲，再講啊！我冇對張家做過啲乜嘢，我只不過係想追求佢啫嘛，唔得咩？葉子，葉老爺子都激到成身震。葉少秋真係死不悔改。而呢陣時，葉少君諗咗下，講道：爸，老三嘅事都做錯咗啦，怕係張家嗰邊對我哋嘅葉家已經冇咩好感。呢件事既然我哋係心虧咗，但亦只能係咁啦。聽日我去道個歉啊，好冇？係啊，三哥，你去道個歉，俾足晒面佢啦，亦算係俾晒面俾嗰個死咗嘅張儀啊。葉少秋笑咗一下，佢二哥係一個大名流，道歉呢種事好少做，而家可以去向一個靚妹仔道歉，一個戲子道歉，無疑係俾足晒面俾呢個咁嘅明星仔啊！而葉老爺子都長嘆咗一聲，唉，都冇講啲乜。佢知道葉少君出面道歉，已經係葉家最大嘅讓步，甚至係俾足晒面。恐怕如果換咗其他任何一個明星仔嘅話，都會受寵若驚。但係佢心入邊真係過唔到嗰道杉。葉家人講嘅係仁義同忠烈，但係葉少秋今日嘅行為邊有仁義，邊有忠烈？張儀死咗，佢真係唔想過橋抽板，甚至仲想保張家一生嘅富貴。但係好可惜，每一個人心入邊嘅諗法都唔一樣，佢冇辦法左右自己呢個三仔心入邊嘅諗法，所以先至會搞出呢一幕。當然啦，如果換成其他人嘅話，呢種事就好平常，亦唔算得乜嘢，只不過就係調戲咗個明星仔啫，使咩大驚小怪？但係呢個明星仔嘅歌，卻係有恩於佢哋屋企。葉少君同埋葉少秋行咗出去，好多年都冇吸過煙嘅葉老爺子，都一個人喺書房度食起咗煙。但係佢哋唔知嘅係，殺神咁嘅張已經上咗機，已經捐入咗去飛去港島嘅一架航班嘅行李艙度。你收聽緊嘅係由約多斯演播嘅約多斯，再讀準啲先，約多斯演播嘅透視保鏢。張儀對於葉家真係好失望，對於呢個咁嘅葉少秋搞自己個妹呢種咁嘅行為，真係令佢火滾。佢哋以為佢自己死咗就可以肆無忌憚咁樣嚇自己嘅屋企人，咁佢哋葉家咁樣做同忘恩負義有乜嘢區別？
同時張儀都有啲後怕，因為自己如果真係死咗嘅話，佢真係冇辦法想象自己屋企人嘅命運嘅悲慘。而家連同佢交好嘅葉家都咁樣對自己嘅親人，咁其他人就咪使諗會好得過去啦。我唔可以死，我唔可以死啊！絕對唔可以死！張儀咬住牙，佢真係唔可以死，應該死。仲有就係喺呢一刻，佢真係好迫切希望自己身邊嘅人都可以變得更加之強大，可以令高偉變到強大起身，可以令何心、劉文瑞、和月佢哋都可以變強大起嚟。因為只有佢哋強大咗，佢就算喺其他地方遠在天邊咁，都可以放心佢屋企人嘅安危。但係佢而家真係揾唔到可以令佢哋強大嘅方法，佢唔知道點樣做好。天光之前，張儀落咗飛機。港島嘅氣溫好高，亦好溫暖。嚟接張儀嘅係一個年輕嘅女人，呢個係小喵嘅護衛之一，應該係小喵信任嘅人之一。朝早7:10，張儀嚟到小喵位於大嶼山嘅別墅度，係一個好大嘅花園，而且別墅前邊有一個長方形嘅泳池，啲水好清好蔚藍，而別墅四周圍嘅環境都非常之靚，有椰子樹濃密嘅植皮包住咁，呢度太適合養生同埋度假。成個別墅應該有成1000嘅平方，呢度又安靜又有生活品味。同時呢棟別墅都係張儀見過最好嘅一棟。張儀嘅車啱啱停穩之後，小喵就飛撲咗過嚟啦，啲眼淚肥呢肥嚟咁樣流晒落嚟。呢幾日佢都嚇到驚，好似一個受傷嘅貓仔咁，成日都擔驚受怕，甚至都開始喺度信佛，去寺廟嗰度仲燒咗好多次香添。雖然兩個人真係冇啲咩關係咁，但係兩個人卻亦有好似有啲咩咁，因為兩個人心入邊都有對方，只不過未明擺咁講出嚟啫。做乜嘢啊？喊乜嘢啊？喊就唔好睇啦。張儀感動咁攬住佢講道：你理得我啊？我中意喊就喊啊嘛。小喵突然之間啼笑皆非咁樣，即刻又鬆開咗張儀。哥，張佳都喺別墅嗰度跑咗出嚟。呢陣時佢似乎佢仲未喺驚恐入邊緩過嚟咁，成塊面都慘白一片咁。佢可能成晚都冇瞓過，眼都黑晒咁，個眼入邊仲有血絲添。嚟，冇事啊，冇事啊，我嚟啦。冇事嘅。張儀大步咁行到去張佳嘅面前，一邊拍住佢背脊。張儀佢自己就呢一個妹，但係佢有恩於葉家，但係呢個葉家嘅人竟然咁打佢妹嘅主意。佢雖然知道葉小秋係花花公子，但係你花花公子嘅地方用錯地方啊！哥，小偉哥受傷啊！都係我唔好。張家喊住咁講道：得啦，冇事啊，我知啊，嚟帶我去睇下佢。張儀拍咗下佢妹嘅膊頭，就跟住佢妹入咗去別墅度。別墅度更加
富麗堂皇，而入邊着住白色衫嘅就係啲菲傭，就有2個咁。別墅總共有3層，高偉呢陣時住喺2層嘅一間客房度。佢並冇去醫院，而係途家揾咗最好嘅接骨嘅醫生，仲有就係別墅度嘅各種醫療設施都有。但凡係大富之家，都會有全部嘅準備，特別係嗰啲保命嘅嘢，可以講係必備。甚至張義都聽講過，有啲屋企度都配備咗手術室之類嘅。小喵佢呢座咁嘅豪宅，無疑係有乜嘢就有乜嘢，專業嘅管理團隊喺度維繫小喵嘅身邊。小喵亦係嗰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嘅天之驕女啦。張佳同埋小喵帶住張義入咗高偉嘅房間，而3個人啱啱一入去，高偉就揮手咁講道：啊，哥你嚟啦！佢而家仲喺度笑住，嘻嘻笑咁，並冇表露出難過同埋痛苦嘅樣。小喵、小佳，你哋2個先出去先啦，我同小偉傾下偈先吓。張義轉身睇向咗2個女嘅，講道：哦。2個女嘅岌頭都行咗出去啊。男人喺埋一齊講嘢嗰陣，中意噏埋晒啲古靈精怪嘅嘢嘅，認為女人喺身邊就唔係咁方便咁。而張義就更加係咁，佢係霸道嘅，所以佢身邊嘅人都領會到噶啦，所以出去就出去啦。張義大步咁行到去高偉嘅身邊，而高偉都要講嘢咁。先唔好講嘢住，同你醫好病先，醫好咗先再講。張義制止住啱啱想講嘢嘅高偉。呢陣時佢用意念喺高偉嘅身體上邊掃咗一輪。佢唔單止啲坐骨斷咗咁簡單，佢嘅內臟都好多淤血。葉少秋係內家拳嘅拳手，高偉就唔係，所以葉少秋嗰一腳並唔輕。亦就係高偉佢咁大隻先至頂得住。如果係其他人嘅話，呢一腳真係可以踢死人。高偉都好好奇，疑惑咁望住張義。佢哥咩時候識得醫病噶？所以佢都覺得張義神神秘秘咁。張義睇完一輪之後，就坐低喺高偉嘅面前，同時黑埋隻眼，伸出隻手指，佢用意念快速咁樣引導住腦海深處血珠入邊嘅紫色星點。1分鐘都唔到，嗰粒黃色豆咁大嘅，好似水珠咁嘅紫色嘅珠，再次出現喺佢嘅指尖上邊，然之後嗡嗡嗡嗡嗡轉個唔停咁。高偉就擘開半隻嘴啊，睇到呢一幕。佢真係有啲驚嚇到啊！呢啲係乜嚟噶？阿哥佢點搞到啲咁嘅紫色嘅珠出嚟噶？咁神奇嘅？而張義就諗咗一下，老實講啊，佢唔知道呢個紫色嘅水珠係點樣用，不過直覺上呢樣嘢一定可以救人，而且絕對係無害嘅。嚟，擘開隻嘴。然之後佢就除低條褲，攞出條講錯咗條頂，佢係叫高偉吞一滴試下咁。高偉就直接擘開隻嘴，然之後就然之後一啲都冇猶豫到，因為佢知道佢哥唔會害佢。啪一聲，張義嗰粒紫色嘅水珠直接彈入咗去高偉嘅嘴入邊。而紫色嘅水珠一入咗高偉嘅嘴入邊之後，瞬間就消失唔見。同時張義都用意念密切咁觀察住高偉嘅身體嘅一切。佢睇到紫色嘅水珠開始擴散，迅速咁滲透去高偉嘅肌膚入邊，進入血液入邊。咁暖嘅，好熱啊！咩噶？
高維覺得身體好似流淌住硫酸咁樣，非常之熱，覺得喉嚨好似飆火咁樣，令到佢全身都有一種莫名嘅痛苦，好似俾烈焰燃燒咁。佢唯有咬牙咁忍住，啲汗珠好似落雨咁流晒落嚟，流個唔停咁。堅持住，忍住啊！章魚握住高偉隻手，佢都好緊張，因為佢驚將高偉搞死咗。不過都仲好，嗰啲紫色嘅星點所去到嘅地方，高偉嘅身體嘅細胞排列似乎更加之緊密。然之後佢就睇到嗰啲星點到達受傷嘅位嗰陣，嗰啲斷開嘅坐骨，嗰啲震傷咗嘅內臟，竟然奇蹟咁樣愈合住。甚至高偉呢條友因為食煙食到個肺都黑晒嘅，一瞬間都變到鮮紅色咁。我頂住啊！高偉真係冇辦法忍受好似火燒咁嘅難受，所以一下子就跳咗起身。章魚即刻撳住佢，用力咁樣撳住佢喺床上邊，好似想強姦佢咁。同時都繼續咁樣睇住紫色嘅星點喺度喐緊。紫色嘅星點喺高偉嘅身體入邊游走咗一圈之後，就漸漸咁樣變淡，然之後夾雜住啲汗液排出嚟。而直到所有嘅紫色嘅星點排乾淨之後，高偉先至出現清涼嘅感覺，並且佢眼珠轉個唔停咁，因為佢啲骨頭坐骨嗰啲竟然唔痛啊！因為佢感覺前所未有咁好咁，真係講唔出嚟嘅感覺噶。